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'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
那这平安，咱时间已经到，咱要用神甲真实敬拜上帝。回经诗圣诗363首，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早起时，我要对你拜礼，我的祈祷，望你应我，我要入你的圣殿，少年的叫大的恩主，我心敬虔，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，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。万物对倒来创造，既然受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。活命伫伊的内面，即个活命是人的光。三甲来吟圣诗，新圣诗548首，我是为基督，起立吟全首。
我的心有做你旗鼓，做主路永久久。无论困苦也好饿，还是有阮烦恼，也着主真啊团抱，也生死一拢无。为主陪心离家，好打真情无客，真中到死路无放野，为主陪命到尾。请坐。有缘反正有缘用使徒圣经，请起立。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第13面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搁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请阿门。请坐。来看启文，咱甲来启文第53篇，启文53篇。我着带什么就问上主，来敬拜至尊的上帝。上主减会欢喜千千只工的羊，也是万万条溪的油。人啊，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。这些着实行公义、心慈仁慈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三甲来祈祷。俄罗主。因为你的慈爱，愿得到救恩到永远的活命。我要唱歌学了你的名，我的嘴唇要称赞你。感谢上帝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阁有丰盛的恩典。所以，伫阮犯罪时，犹原到伫你的面前求，照你的慈爱怜悯阮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阮的过失。当阮软弱的时，互阮得到坚强到胜利。所以，我要显明生命的道理，伫一生中无空空跑走，也无空空着磨。生命的道理就是你的话，感谢主。今仔日礼拜，继牧师传达你的话，伫创造的起头就存在，有真理启示。有光照，
是阮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阮行头前的道路。主啊，阮要持守你的话，因为伊是活泼，互阮活出活泼的生命。你的话有功效，身心的保健的功效，要互阮无受黑暗的攻击。主啊，我要勤读圣经，有利益伫教导、督责、规正、学义理，准备好势，通做逐项好事。求主将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的生命更新来变化家己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献诗圣乐队要献的诗是你的名至圣。
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，伫《申命记》18章15节20到20节。旧约《申命记》18章15节到20节。伫圣经209面，旧约圣经209面。耶和华，你的上帝要对恁的中间，对恁的兄弟兴起先知，亲像我。恁着听叹伊，照你伫何日聚会的日对耶和华，你的上帝一切所求的讲，目的，互我搁听见耶和华。我的上帝的声，也目的，互我搁看见即个大火，免得我死无。耶和华就对我讲：因所讲的是好，我要伫因兄弟中，甲因兴起一个先知，亲像你。我要将我的话下伫伊的喙。伊要将我一切所命令的对因讲，伊托我的名来传我的话，人若毋听，我要办伊。总是先知自转托我的名讲我所无命令伊讲的话，也是奉别个上帝的名来讲，迄个先知就死。以上。现在，我心天生来尊重，我心定在对你因果，只信我的主。现在，我心天生来尊重，我心情在对你因公，只信我的主。讲道，今仔真欢喜邀请台北中会明子教会的隔壁的牧师，甲咱来分享。今仔要讲的是，互上帝的话照光伫咱的生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经文是我的 PPT。今仔经文是摩西甲以色列人民的对话。这个对话内容是摩西要退休啊，上帝要找一个接班人啊，就要新接摩西的职分。所以这段经文甲以色列人讲，恁免伤烦恼，但是因爱必须听这个新接摩西的人的话。不过，甲以色列人讲，恁嘛免伤烦恼啦。如果这个要接班的人黑白讲话，黑白传上帝的话，头拄咱有读过，圣经内底讲安怎？迄个人必定安怎死的？啊，用较咱习惯的温死的，安尼黑白讲话就温死的。但是若是伊传讲上帝的话，照上帝的话传讲互以色列人听，恁若无爱听上帝安怎办伊啊？所以这段经文会当透过无共款的参数去了解。透过上帝呼召先知，以及甲真做上帝所呼召以色列人，这两个有共通啦，就是拢是上帝所呼召的，真做上帝所使用的器皿，甲咱共款，
咱拢诚做上帝所呼召的基督徒，所以咱嘛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。望咱拢会当愿意听主的话，接着主所教导咱所爱行的行为，也行出上帝所爱咱所行的。要开始前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听从阮的天父，求主你帮赞，借着你的话语，照光阮的心内底的黑暗，互阮有勇气甲有智慧来改变阮家己的生命。求主你帮赞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伫经文的一开始，咱会当看伫15节内底，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对恁中间对恁的兄弟兴起先知，亲像我，恁着听探伊。以色列人这个时期的先知，甲后来咱所看圣经内底的先知有淡薄会无共款。即阵的先知所做的工课，若用规本圣经来看是较无共款。但是咱若透过规本的圣经来去看，先知上重要做的有2项。第一项就是传达上帝的话，第二项就是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，就即2项真简单。主要是即2件代志，但是伫旧约时期无共款时期，先知所做的代志嘛无共款。特别伫摩西这个时期，较亲像一个领袖啦，所以咱会当看到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对无？进入迦南地，过来约书亚带因战争等遮，看起来亲像一个领袖。但是你若看到诗篇的时，还是撒母耳记的时，你会发觉迄阵是有王，所以先知就诚做安怎帮赞者，也是提醒者。所以无共款的时期的先知，拢有无共款的任务，真特别。你若对圣经内底历史去看，毋是每一届先知讲话，以色列人拢会听咧，不是每次都买单咧。有的时阵可能听袂落去，也是讲会要求讲拜托的，你讲话嘛讲较好听，莫讲遐互人听袂落的话啊。为什么无说安尼讲？伫圣经内底咱咧看，煞因这个字有跳调，因对先知先见者讲，无对先见对先知讲，无对阮讲正直的话，就对阮讲安怎？罗嫩的话，讲虚假的事啊！伫华语讲，不要向我们预言正直的事，要对我们说好听的话，预言虚幻的事。华语的版本放较更加口语，讲话讲较温柔的啦，互阮听会落去啦。以前我若看到圣经内底，我就感觉哦，这以色列人真歹呢。上帝要甲你讲话，你搁安怎？袂愿听。但是当我较大汉的时阵，我感觉我可能甲因安怎差不多，甚至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反省。有时咱可能甲以色列人共款，圣经内底有讲嘛，但是咱安怎，咱会经咧做嘛，经咧听，忠言逆耳，真侪是有的人讲啊，拢袂当批评一下哦。当然当批评啊，哪会袂当批评？总是有当时啊，咱来分辨迄个批评的内容。有人讲互批评，我讲好诶啦，我讲我家己，讲吼，无顺你哪会生遐缘投？伊拢无反应，无反应，我当然心里欢喜，但是了想，生了缘投，毋是我努力来的，是安怎？啊，我本就生安尼啊，有人讲你歹，你会安怎无？我就生安尼啊，就做，我感觉袂歹看，哪会歹？所以这批评咱会当去看，有的是安怎？有的是个人的观感啊，有当时是一种咱的行为认定的问题。我较早以前台语较无好，拢会去人批评，拄较去人批评的时阵，我想讲，你去面顶书会，你嘛讲了甲我差不多呢，你佫甲我建议台语讲较好，安尼敢会够会怪？心内底就安尼做者的话安尼。但是无事会想吼，当咱互人批评的时阵，你敢忍会牢？你若今仔日来教会，无事讲，哎呀，你今日哪会穿安尼？你心内底安怎？我穿啥？关你什么代志？对无？啊，有的人可能脾气较好，都是每个人的拢共款，有心内底拢有家己的感受。啊，有的人忍会牢，有的人忍袂牢。
每一个人表现嘛无共款，表达嘛无共款啊。所以咱爱分辨，当人甲你批评的时阵，甲你建议的时阵是啥物代志，还是咱情绪有问题？咱常常甲这混杂在一起，甲情绪甲代志混在一起，安尼真困难去看到别人的批评，还是建议是要帮助咱，还是要找麻烦。要找出情绪的问题是本身，咱会当有法度来去找较容易。知影咱需要改变啥，咱嘛会照着安尼的方法，搁较理解无共款的人。因为咱会当透过安尼去了解咱家己，嘛了解上帝。搁较了解上帝了后，咱就较有法度用信仰的方法去帮助对方。安尼若知影有法度甲情绪甲代志分开了，你就知影这个批评也是建议是对你有帮助。有诶当时，迄批评可能是对方一个伊诶角度诶看法，无一定完全下伫咱诶生命内底改变，但是有时是安怎爱改变。所以当我去人批评我，你台语讲了安尼，袂认真。我讲当然啦，你知影我阿公囥伫倒无？我甲伊讲吼，我阿公囥伫迄八卦山的军人公墓诶。你想阮兜应该是讲啥物？讲伊啊？我讲有个人讲台语已经足厉害啊！所以有当时心内底会安尼想，但是有一天我就会想讲，下骹兄弟姊妹，伊若是听台语的，咱就练习练较好诶，互因听有上帝的道理。下骹若坐听英语的，我都爱练习安怎讲英语嘛。因为安怎你爱做的代志是传达上帝话，爱互人听有。所以你爱去练习，讲无好无要紧，家己知影就会使，去改变。但是有诶可能毋是好诶建议甲好诶批评，咱就爱安怎甲伊摕掉。所以伫圣经内底嘛是安尼，咱爱斟酌去看上帝话安怎来帮助咱。伫经文内底，咱会当看第一点，咱爱有敬畏上帝诶心。第16节，照你伫互你聚会下日。对耶和华你上帝一切所求的，讲目的，互阮阁听见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声，也目的，互阮阁看见即个大火，免得我死无。咱会当看到即段经文的描写的是当时过去所发生的代志，伫申命记内底第5章内底有记载，迄记载是当因组织伫何烈山。的时阵，看到遮的异象，真惊。伫经文内底，因对摩西讲：“请你阮讲话，阮一定爱听，莫互上帝阮讲话，免得阮死无。”我囥的是华语，免得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讲：“莫惊，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考验恁，要恁安怎敬畏伊，无抵到犯罪。”对申命记的历史来看，这段经文记录着以色列过去所发生的代志。伫当时，以色列人对伫上帝的了解是存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头前，恐惊家己无说伊，互上帝生气，伊就安怎会死。无思想安尼的态度，甲安尼的概念，放伫现代基督徒较少啦。这概念甲态度伫信仰中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咱若欠缺敬畏的心，咱信仰敬虔的态度就会减少了。有一届开会讨论讲，老师，咱会兄弟姊妹定定迟到，我讲吼。你著爱问伊的心内底，甲这上帝放伫倒？伊敢有用敬畏的心来到伊的面头前？伊袂惊讲你迟到，迄天堂的门关起来，你著无法度。伊敢袂惊？当你坐伫礼拜堂的时阵，你爱想讲，这股票是要起，还是落等下出去要点啥物？还是你想讲，我手机仔内底想想，
上帝若甲你讲话的时阵，你阁会看手机啊无？应该是。但是对伫现界伫倒度偷工减料，因为咱拢知影会发生什物代志，嘛无要紧啊，厝边个大家拢共款，差不多。求主帮助咱啊，咱重新来去想，咱伫信仰内底迄个敬虔甲敬畏态度，是毋是渐渐失去？你若注意看旧约内底，迄蒙着约柜尔，就安怎死去呢？啊，即摆人讲啊，蒙者安怎？蒙者袂使，当然袂使，因为这是规定。第一项就是先知的话语的重量啊，17节、18节、19节、20节所讲的，耶和华对我讲，因所讲的是好，我要伫因兄弟中，甲因兴起一个先知，亲像你，我要将我的话下伫伊的喙，伊要将我一切命令对因讲。伊托我的名来传我的话，人若毋听，我要办伊。总是先知自传托我的名，讲我所无命令伊的讲的话，也是奉别个上帝的名来讲，迄个先知就死啊。当时代有先知，这个先知代表上帝，传达上帝的话语，这是无问题的。根本就提醒，无遵守就安怎出问题。有遵守上帝就安怎？伫圣经内底写甲足明白的，你若有遵守上帝的祝福，伫你的性命，甚至伫你的家庭内底。但是有当时咱看先知讲话，毋是每一个人拢听会落去啊。但是有个人听会落去。你若看过约拿册的时阵，约拿这个先知去到迄个城，传达上帝话，圣经内底记载2句话尔。偌简单的，迄讲道讲2句就讲好，咱即马要来祈祷啊。但是你知影，迄2句，遐毋是信上帝人听到，记伫个心内底，马上归城进食悔改。上帝本来要毁灭迄个城市，但是安怎？就怜悯因，看到因真心的悔改。但是为虾米上帝话，咱咧看，也是？咱咧观察人的时阵，上帝有当时啊，上帝话无法度互人醒起来，因为咱对伫圣经内底的话，望拢是听稳定，咱心中望遮的话语会较温柔的，莫阁甲我挑战，生活着足艰苦啊，阁讲遮的。敢会诚做一个担当来教会，就是好好坐伫教会，安尼就好啊。牧师，你莫阁讲这。我会记得有时我若照圣经咧讲的时阵，会友讲，牧师你讲道敢若恐吓咧？我讲无啊，迄著圣经安尼讲，我著照地安尼来传达。有当时我甲因讲，有时我看圣经，我家己敢若去用圣喙配共款，这是一个反省，甲一个调整咱家己的生命。当咱安尼想的时阵，你会发觉咱甲以赛亚书头拄仔所读的是毋是共款？请你安怎讲安怎温柔的话，讲虚假的事，我伊讲对我们讲好听的话。现代无先知啊，但是咱有圣经。但是我毋知你读圣经是安怎咧读的。伫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安尼讲，因为上帝都是活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生命的剑较来。剑若分甲神，骨节甲骨髓无插入，破开心内遮念头甲主意，也毋检插。咱就知影圣经来讲吼，上帝就是上帝话语是安怎活的，伊安怎插破开咱心内遮的念头啦。所以咱会当看你读上帝话语，毋是干那真简单、真容易，逐摆读着都啊真感动呢。有时你读的时阵，就像这剑安怎插着嘛。咱拢会读一个诗篇23篇，咱拢有读过无？
敢若遮较有生活度有码头。请问咱有读过无？诗篇23篇有无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安怎？我无地到欠亏。啊，佫有一句，伊的安怎拐？啊，佫啥物？伊的腿，伊的拐，安慰我。好，停伫遮。无事问兄弟姊妹，腿爱拐，命安慰。你转去练习看卖啊！我摕这个杠腿啊，我甲你安慰一下。我甲你有小朋友，伊若看我摕这个武器出来，伊就哦，阿爸要来安慰我，爱哭啊。所以圣经诶，诗篇诶诗人甲咱讲吼，迄个安慰我有可能是安怎？会流目屎，会疼。伫咱生活内底，教会拢讲爱有疼，我总是这是信仰诶一部分，嘛有恩典，嘛有怜悯。若注意去看圣经内底，若做毋对代志，上帝拢安怎幽怨会处罚。所以咱会当想，伫上帝话内底绝对有恩典，甲安怎有教导，你绝对爱调整。但是人是有有限的，有限制，有当时啊吼，改家己较困难，改别人安怎较紧啦，对无？所以这嘛是爱咱重新去看，当上帝话语进入伫咱的心的时阵，咱是毋是会当亲像经文所讲的，咱有法度来明辨上帝话语，调整咱家己的生命。路德这个神学家伊讲，不管人的工作和行为等属灵，都不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，因为在根本上，人总是寻找自己的益处啊。就是为啥咱读经文读的是真做安怎？上帝替我们背书啊！咱的祈祷，我要行这个事，上帝来替我行这个事，但是我都爱问，是上帝计划这项代志，还是咱计划这项代志？这是完全安怎无共款的。所以咱来想，咱要调整咱家己的生命问题，毋是靠办法，是爱靠上帝话语来照光你的问题啦。所以诗篇119篇130节讲，你的话一个拆开拆，就发出光，互往大人通达。开拆我感觉这台语翻甲真水，迄开拆就是你内底迄无好的生命安怎拍开、拆开、拆破。互上帝讲伫内底安怎发出？但是有当时有困难啊，你知影无？咱有读过册，上过国校啊拢有嘛？老师拢会讲啥？用功读册嘛，有无？回家吼，家长都会教小孩子怎样念书嘛？他们小朋友会遵守吗？会嘛？不会嘛？我唔知影。我家己有细汉儿仔绝对袂啦，叫伊画一个图吼，敢若真鱼仔咧，毋甘愿咧。咱是毋是会安尼？学生知影爱认真念书无？大家拢嘛知，但是迄手机仔就放袂落来。有时啊，上帝话入来啊，但是无开听。咱用咱家己的方法啦。会无问题。我毋知你有用过导航无？因为牧师是路痴，所以我拢爱挖靠迄导航，啊无从为台北来，可能会使用着所在安尼。啊导航咧讲叫你右转左转嘛。啊我有的人吼，伊是真厉害，拢袂迷路。啊导航叫伊右转伊就无爱，伊就一直直走。伊讲行遮就对啊啦。我讲好啊，就行遮。嘿，啊就行，你知影无？本底半点钟行1点钟。我讲我会记你就行遮，我讲导航就叫你，我听安那无爱我，袂准啦。照我的经验吼，我这伫台北生活40-50年啊，我比你较清楚。我讲哦是，啊但是即马就迷路啊，你哪会？人的经验就安尼，信仰嘛是安尼。你信上帝40年的时阵，敢有会较厉害？无一定，信仰除了长，你嘛爱有深度、跨度甲深度，你也有。你40年无进步，可能安怎会无问题啦。
伫这上重要是，咱若有法度互上帝话语光照咱的内心开拓时阵，咱就亲像有王的人会通达。当咱通达的时阵，你就会知影迄个悔改的、迄个悔改这内容的迄个改变是有法度向前的。所以有一个牧师安尼讲，伊讲记者忏悔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减轻良心的负担，而是要产生改变与和解。所以不要再自欺欺人，打破无休止、毫无意义的忏悔的循环。伊咧讲，你的悔改爱真实的啦，我你逐工咧悔改，啊你也无改，有啥物安怎无路用？所以重新咱会当想，咱安怎来看待咱家己的信仰？咱是存着敬畏的心，还是就安尼就好？求主帮助咱，互上帝话开拓咱的内心，互咱会当通达，成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。求主帮助咱做伙来祈祷。请同阮的天父，求主你帮助，借着今仔日经文，互阮重新来去思考阮家己的信仰，阮怎样来反省阮家己，互阮有勇气来改变。虽然有时无法度一时啊就完全，总是阮知影爱一步一步来。求主你怜悯阮，求主你的信心引带阮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三甲来吟神圣诗193首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奥妙圣经明记，无人捌主，无人知罪，稳定明明之时，他人捌主之意，诚心爱我所依，上帝的话，我命的话，必为奥妙极大。上帝的话，我命的话，带咱伫到永远。有主耶稣真理的话，奥妙调他着真言，偏宽天的无人反悔，正做地顶公平，愿咱地就做义，承受着主怜悯，上帝的话，我命的话，必为奥妙极大。上帝的话，我命的话，带咱伫到永远。真道我命福音言下，万民欢喜来入。圣经上头真道上听，深信永远的话，写做平安文书，永更我命拢有。上帝的话，我命的话，必为奥妙极大。上帝的话，我命的话，带咱伫到永远。请坐。所接奉献，咱建中执事刘罗宇执事书献。
请坐。我来报告。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伫第三面，手部第三面，我先来读一遍，兄弟读两遍。你的话一个开帖，就发出光，互工人通达。诗篇119篇130节，来。你的话一个开帖，就发出光，互工人通达。诗篇119篇130节。你的话一个开帖，就发出光，互工人通达。诗篇119篇130节。咱伫即页的字汇表甲词汇表，请咱家己看。现第三面，小的广告，定伫后礼拜3月初3礼拜中召开定期信徒和会甲圣餐，请兄弟准备心甲主同坐倒。议案接纳2023年收支决算案，同时要听取财务查销员林佩洲甲洪和烈的报告甲建议。第二，接纳2024年收支的预算案。第三，推选2024年财务查销员2名。会员名单伫下面，请家己看。咱的陪餐的会员总共有179名。咱先开第5面，本会消息。今仔日感谢台北中会葛平和牧师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，感谢伊的着磨。第二，后礼拜日是普鲁士光纪念主日，礼拜由普鲁团契担任服侍甲献诗，邀请张宽牧师前来主持好会甲圣餐甲主礼礼拜。第三，小会同会接纳杨雅婷姊妹日本会会籍，伫后礼拜主日礼拜中信用个别。第四，今仔日爱餐，礼拜后的爱餐，感谢陈牧师长老会准备美名小组饭后收拾洗碗。第5点，总务部咱的迄个厕所1楼的厕所要改建，伫2月26到5月初1这段时间禁止使用。兄弟若是要使用呢，去地下室1楼的厕所饮水机照常会当使用。第6，祈祷会即礼拜祈祷会邀请美名小组甲文字小组参加。第7点，教会有举行4年的即个读经计划，有定咧2027年读一遍新旧约全本的圣经读一遍。我伫2027年，咱教会设到70周年，所以上水的礼物献予上帝。
要参加的办公室报名。第八，兄弟有要坐计程车，会当伫1楼的公报栏查这计程车公司的电话。第九，这今年第一学期的奖学金的申请到今仔截止，申请表伫1楼的公报栏遐。外出的学生呢，就爱有当地教会自会证明。第十，读经，先讲读经本甲教育公报吼，老要订的兄弟呢去办公室登记。11，后一季的书封表，各单位甲团契吼，甲恁的论德表甲团契自会表交互干事，到3月7日截止。来看第6面，看团契小组的消息。青少年团契今仔日11点20有聚会吼，伫5楼的副堂。第二，少年团契今仔日游园有聚会伫1楼的副堂11点40。专题，李鸿章医师的专题吼，奇异恩典。第2点，2月28，就是即个礼拜3，少年团契有迎新的迎新会，佮聚餐伫崇德路的北海华餐厅。要报名的呢，郭芳玉报名。看兄弟团契第3大点，兄弟团契的聚会伫拜六吼，拢有即个查经，即个3月7、3暗时5点半，伫曼谷小城遐聚餐迎新的餐会。第4，妇女团契后礼拜日8点半伫2楼即个礼拜堂吼练诗，因为后礼拜是即个妇女团契吼来聚会。第6大点吼，室外读经伫3月7开始有春季的新学期的课程，因性清义的救恩，欢迎兄弟参加。咱来看第7面。看第7面吼，关爱协会遮拄仔测数遮拄仔有报告啊。看教界消息，第1大点就是今仔日2点半，咱中会2区举办的，中会2区举办吼，中孝路伫中孝路教会举办228事件77周年和平祈祷会，请兄弟参加。咱伫第10面吼有汀州的方言报告，11页呢有1月份的收支报告，较歹势吼，迄个收支报告，迄个1月份的是用2023年的，所以爱更正迄个毋对。2024年的收支报告后礼拜搁再刊登出来，这是以上报告啦吼。以上报告等下有一个集体关怀的祈祷。咱看来，咱即摆来介绍新朋友吼。新朋友有3个，今仔有3个啦吼。柯仁君的兄弟吼，伊是伫亚大的曙光系伫遐咧读册，亚大大学吼伫遐读册，已经离开吼。来，第2个是张兴兄弟，请你起来，互咱看面吼。这个张兄弟本来伫金星教会台东，
为台东的精神教会，哦，等下咱甲伊会当甲伊迄个交流吼。第三位一个姊妹吼，梁兰，伫对面是无？请你起立，互咱欢迎，互咱看一下。对，梁兰前面，哦，还是伫迄落教室，伫主义的教室，哦，无看。好，安尼吼，啊，搁有一个，就是季牧师娘，无写伫遮，无介绍到，毋知伫倒，有在伫哦，伫主义了，带伊小朋友，伊小朋友伫主义了吼，好，不要紧，咱等下留看的时阵，大概熟悉。咱煞接，就来具体的即个大道啦吼，具体的大道，迄个大道吼，为着咱的228事件的纪念日，即个纪念即个事件吼，来大道，昨昏就看有一寡活动，吼，包括教会活动，安尼。第二项为新学期学生啊来祈祷，啊，佮身体欠安尼来祈祷吼，来，我带领咱兄弟来祈祷。主啊，今年228事件的77周年，国家甲教会拢在纪念这个事件。甲受难者，这228即天的纪念，拢是伫受难周进前，我们为信仰来思考。主耶稣受大苦难，顶十字架，流宝血，死第3日搁活。咱若悔改。认罪就要得到救，这是悔改得救的福音。伫国家也是安尼，有大苦难，相关的人，尤其领导者，爱勇敢面对，而且爱悔改、醒悟、改进，才会进入合一和平的社会。主耶稣是和平的君王，求主互台湾有公平，亲像大水长流，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。学校进入新的学期，教会学生面对新功课。求主赐因智慧学习，日日进步，而且时常有灵修、读圣经、祈祷，日捌生命的过程有上帝陪伴甲掌管。求主互因的价值观建立伫信仰顶面，无受到流行的观念迷惑，也求主互因的身躯甲智慧做伙成长，得到上帝甲人的疼头。为爸听兄弟祈祷，校长了大腿有手术，伫复健的阶段，求主医治。互伊领受伫病痛中有主的慈爱怜悯，主的权柄掌管伊所有的一切。为实现这干家庭祈祷，实现这医生已经。安歇伊身躯的着磨劳苦，2月17已经告别礼拜，
求主安慰家属，掌管因的性命，以后会当完全倚靠性命的主，阮的上帝。感谢主，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三甲来请安，请咱起立，请安，刷开你的位，甲咱兄弟通来平安。搁一遍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临，有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咱来吟要变诗，要变诗伫。新圣诗646首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咱行天首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日日进步。世间无论危险艰苦，有主耶稣时刻保护。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全能成就时刻保护。我爱真心做你学生，你大是阮亲像保护。无论遇着烦恼艰苦，也是伫行平淡路途。无论海冷，也是山顶，各时各位主人保护。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全能成就时刻保护。我爱真心做你学生，你大是阮亲像保护。第三节，我甲伸手紧抓主耶稣，我行天路自高照护。世间风雨无定着，主存成就牵我保护。我的圣主耶稣基督，全能成就时刻保护。我爱真心做你学生，你大是阮亲像保护。照顾，受事成真，夫妻帮
是阮亲像保护。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上帝疼痛、圣神相通，甲恁众兄弟姊妹直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